阮造成，甲原谅这回啊。你要当做阵就啥？明仔载我爱来去官府行一趟。官府？连主，阿某啊，你先行到边来。 连主，阿公有啥唔对，也处罚就好。我若是甲你处罚，你敢会听？来底就假死。军医院顶顶的，拢知你上听到这个师弟，伊这条命，都寄伫你的手头。后摆我若甲人车病的时阵，你若搁走无看影，我就断你一只手，甲阿坤这条命，听有清楚？ 连主，其实因为是因为教场甲阿片馆出一寡代志，我才甲阿坤赶去遐处理。你伫咧找借口，后摆你若搁编一个借口，我就断你一支脚，搁一支手，看你要安怎编。出去！查到人走去倒？官府。咱先来教练阅兵，阅兵了后，咱就出兵攻打平埔藩。 我即摆要出兵相助，你若是倒动，我会当援军来办理。大人是毋是想要出兵攻打平埔藩？这个平埔藩，杀害整任的同伴，我害死我派去交涉的人。我若无将因扫回，对现有的汉人无法度交代。若是为着这个理由，大人会当免出兵。 本官要出兵，唔出兵，唔是你会当左右的。因为拄则大人讲的这两条，凶手是我单位。你明知影单位是替人真多，是安怎要甲关起来？替人真多，本身就有罪，我管伊敢有啥唔对？ 我感觉，不管是单位也是李兰，拢是你手中的棋子。随着你败，随着你牺牲。我问你，你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？我的目的在短时间内无可能达成。我即马所做的，敢若是手段而已。你若是用手段对付别人，所对付的人愈多，认你。 就愈侪人不得手段来对付你。秋水姑娘，你即马是甲讲情、讲理，还是讲法？可能我即马甲你所讲的，是一项你无的物件，叫做良心。李彦祖。 请坐。大人，我来尽一个小百姓的任务，来担一个小小随行的参军。因为攻打北部藩的代志暂时暗下，所以你这随行参军，我暂时唔敢劳动你的代价。大人，攻打北部藩的代志。 武甲全感觉人抢本，大人法庭都停，敢袂损着你的官职？
因为单位已经出面自首认罪，所以我无派兵的理由。大人，这是单位为着要阻止你讲大白部犯，才出面食罪。大人，你无可能唔知影。我当然嘛知影，也毋过依法论法，有人出面自首已经成案，成案我当然爱信啊。官方审嘛，一拖三档，三拖一死啦。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。单位这条命，若是判死，唔知大人你要卖偌济？李彦祖，请教者，若有人叫你出卖良心，你要卖偌济？阿里赛这块地，你要卖偌济？以你的信用卡地位，你要卖偌济？看起来，咱的买卖是做袂成。话话有成，真分万载。李彦祖，无送。阿辉有交代，讲若真正战起来，叫阮众兄弟都要挺你的肚。就是甲你斗相战的意思。唔免，恁别人的心甲血，甲阮感觉咱无共款。我们用阮家己的血，保护阮家己的土地。你安尼甲我拒绝，我无法度对阿辉交代。你讲恁的血甲阮的血无共款，我这个人真铁齿。若无互我亲目睭看到，我唔相信。你看这血，甲恁的有共款无？好，恁别人我敢若相信一个，单辉，你是第二个。春啊，我无恁下手平安回来啊啦！安内家咧你一个？啊，伟嘞，伊讲伊有代志要去官府一撮。去官府？你看，伊是去人车病，还是去担罪？我想去担罪较大部分。退兵啊！退兵啊！官府退兵啊！恁别人无勇气，还要小钱都走。哎，马哈哈，你讲咱节目差不多咧，迄是因为单位用掠关卡，官府唔才退兵。你的命是我的，啥那你凊凊彩彩就到官府？因为我想要用我的性命来阻止一场无意义的战争。这场战争是你男引起的，用你的剑杀死我的族人，用我族人的钱害死你阿爹。你知影无？仇恨是世间上上界厉害嘛，上界无情的武器。你，就是你男所利用的武器。是安怎？你对别人遮有情，对你家己遮无情。我的无情，是要互家己较冷静。你对你家己无情，到底是为着啥物？我无想要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。你讲你有够冷静，那呢？你就用你上冷静的眼光去看清楚李楠这个人。你叫我来遮坐，我就来遮坐，已经坐几暝啊。有啥物话唔多讲。恁别人就是安尼，有代志
拢唔坦白讲，明明就是咧想单位嘛，是毋是爱我去救伊？敢讲我用唔对？毋是啦，我点头的意思是讲，你真巧，一摇就摇着。啊，我摇头的意思，是我歹势开嘴，甲你拜托啦。安尼好，我阁问你一摆，你介意单位，我无计较，你会当嫁互我？你真是要嫁互单位？好，人，我一定甲你救回来。蔡小主，较早互你真照顾，我才甲你帮忙。你是毋通害我用大头呢？对啦，我知道。这毋是什么好所在，你是来要创啥？无来看看的，我袂放心。你袂放心的，应该是清源社迄阵兄弟。你去李南迄搭的时阵，管娘子啊，甲因带来教我。即摆我有家己的拍算，我将人交应你。若是好朋友、好兄弟，你就无资格搁提示。你这条是替别人担的，若要互你一个好脚好手来担这条，不如互我这个当半条的人来担。你有我有家庭，已经真重大，这条我无愿意。若是搁轻软落去，咱这个兄弟就做袂成。兄弟，保重。你甲我讲，这是爸母反用的钱，啊，毋过有人甲我讲，这是你用的钱。秋水姑娘，你小坐。敢有人怨动你的美貌、你的医术、甲你的功夫？安尼你就真了解我的心情。今仔日，你感觉人有偌济人怨倒我的权势地位，所以就用这支钱来中伤我。好人真正歹做。我好意了你恁阿爹的后事。今仔日，人咧用这种中伤的话，你也相信？要报冤仇的人是你，人凊彩讲，你就凊彩信。你这个仇是要安怎报？坦白讲，你今仔若是无法度报冤仇，才来找我出水，袂要紧，这个是我替你报。李彦祖，阮阿爹的冤仇，我一定会报到底，毋免你甲我斗相共。你这种人的人情，我毋敢欠。我搁请问你，有人暗中陷害我，你敢知影？有这款代志，若是叫我查出来，我绝对会放伊煞。有人用银针杀死平埔番，如若讲人是我杀的，毋知李彦祖对这件代志有啥物看法？真正有这款代志，阿官，你替我出去查，查看是啥，敢做这款卑鄙的代志，人甲我掠倒来，我要亲手发落。李彦祖，要拍这种针，开钱搁搞工。伫咧柑仔兰这个所在，有几个师傅会晓拍这种针，凊彩问嘛问会出来。我凊彩去问一下，就有人甲我讲，最近李彦祖用3杯的介绍，叫人赶一杯针出来。
知你安怎解找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这经理演主用3杯的介绍，叫人赶一杯斟出来，唔知你安怎解找？遮的人，我惊歹势，叫伊袂愿讲出去，想袂到遮个人遮尔袂高中。之前我去甲恁阿爹提亲，想讲咱的亲情若讲成，我应该爱对你表达一寡心意，所以我专工请人拍一寡针要来送你，想袂到安尼，互你误会。你今仔来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拢已经解答你。安尼是毋是换我会当来请问你，我要安怎做，你才会满意，才袂来误会我？李彦祖，顶摆欺骗我迄个人，我用我手来针，互伊疼3暝3日了后，这个人一世人残废。我无希望后一个去轮到你。阿官，我予你的针，莫阁用啊！总兵大人请我去官府吃酒，你看是论交情，也是鸿蒙言？安，买啦！还有买啦！买啦！买安尼甲我对调调啦，春啊！哎呦，你干尼哦，我真正足惊的呢！哎呦，你哦，一定无好代志的啦，走了。你莫甲我讲吼，我家己甲阿嫂讲。阿嫂，有春啊，什么代志？姐，你莫甲伊讲。哦，进前哦，伊叫我去做琴车，骗我要来台湾的时阵，就是笑迄个面的啦。有春，你阿兄实在是无适合做官啦，你莫甲勉强。哦，进前啊，叫我做琴车，就做较艰苦一寡。我讲春啊，我绝对袂去做琴车哦。袂啦，这遍我无要叫你做轻车啦。安尼唔只有惊门仔钱。这遍吼，我想讲吼，叫你做提督啦。啊！有春，安尼唔好啦。我听人讲做提督爱带兵呢，你阿兄连文官拢做袂好啊，是要安怎带兵？你莫搁甲害啊！春啊，你唔是害我呢，你是害着遐兵。你有发觉无？较早迄通炮拢无啥物路用，这边这总兵来，就较有权。伊是安怎有权？就是因为伊有带兵。对吼，我进前就是无兵，人家遮尔无权。有春，做官是皇帝封的呢，啊，毋是咱家己凊彩讲讲就用的啊。有啦，迄万言书哦，拢写好，内底拢写一寡白菜话来骗皇帝。啊，皇帝看了人欢喜吼，就互你做提督啊。有春，做官是大代志呢，你哪能当作是变囡仔耍？我若无安尼变，是要叫阮阿辉啦。我毋才会拜托阮阿兄，甲这万言书送去惊吓皇帝。嘿，卖！哎呦，你无听人讲哦，伴君如伴虎。我即摆去陪皇帝，万一若好遮好咧，好唔甲食去，阮水liền唔知酒赶。袂啦，我吼叫阿嫂陪你去啦。阿嫂，拜托啦，你甲我叫阿辉啦，拜托啦。安尼哦，安尼无嘛？嘿，名音好。哦，春啊，来，你是咧存什么心哈？甲阮两阿某咧落做一捆。哎呀，你自细就上听我对无？对啊。你敢会记啊？阿爹要过身的时阵哦，伊甲我讲，爱帮助阿兄创造一番有为事业，留名千古。无，我敢若听阿爹讲哦，春啊，咱落敢若顶肥肥的狗。我袂甲你讲啊，你若袂叫阿辉，我都袂活啦。我嘛袂插你啊。
错，你一定要帮助我来遐创造一款有艺术的留名成果啊！你看你若无安尼双双对对，遐尔啊幸福，啊若万一阿辉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袂互伊带过门，我就要守寡。安尼哦，去上万元书好啦，啊毋过敢会用莫互恁阿兄做官？无问题啦，你这个态度吼是人头啦，啊官吼是要互阮阿辉做的啦。啊，我是查某囡仔，总是爱嫁出，我嘛是爱替阮阿辉拍算啊。大人，你请我来食酒，唔知是食啥物款酒，是敬酒，也是罚酒。李彦祖，你请坐。唔是敬酒，嘛唔是罚酒。人讲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会当甲英雄会酒论天下大事，这敢是真快乐。你干我咱这个所在要甲英雄会酒，哪会当无李彦祖你呢？承蒙大人你看我有气，又搁是知己，又搁是英雄，是讲咱连要做一个朋友，都真无共心啊！是要安怎算是知己？啊，若是讲英雄，就爱胜败来论。现主是总兵大人，你占尽优势，一个人独享甘仔兰所为风采，伫你的面头前。我哪会敢来论英雄？李彦祖，你顾欠。一日柑仔兰有人甲我讲，你化水会变重。以我的浅见，李南这两字可比是林中之龙。柑仔兰这窟水对你来讲，有较会有较浅。我希望邀请你，咱做伙踮咧柑仔兰徛起，放眼长山，美丽的江山花花世界。听大人安尼讲，若无相当的才情，惊做这杯酒真歹落喉。是要伫倒位啉，还阁有其他人客无？还阁有一个人客，李彦祖，唔知你捌在家楼啉过酒？李彦祖，这位人客就是陈辉兄，这就是咱饮酒的所在。来，开门。慢请，大爷。这门上好是莫开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开门。慢请，大爷。这门上好是莫开。我看到李楠突然间有一种感觉，像这种家劳上适合怪我这种无罪的人。若亲像李楠这种罪恶贯满的人，上适合甲你行到底。兰辉，互人管的滋味是啥款？落魄的滋味阁是啥款？关伫咧内底对你来讲是上安全，因为像你这款自认清高的人，根本就无法度甲人伫外口徛起。恁两位，在我的心目中拢是柑仔兰的英雄人物。今仔借这个酒，我想要化解恁中间的纷纷乱乱，咱做阵来讲一寡天下大事。伫我心目中上重要的，就是人情义理。若是人情义理，这做人的基本有欠点的时阵，搁较大的天下大事嘛无意义。你啦，你若有时间，较车外头看卖，你以早做过的代志，行过的路，安尼，若有一天你死的时阵，才袂怨叹。谭辉，我上怨叹的就是一项代志，就是咱的总兵大人，竟然甲你这款人当作是英雄。
你心伤软，你无资格。若无铁石心肠的人，根本就无做英雄的条件。李彦祖，人讲英雄唔惊出身价，一个人会当偌成功，唔是看伊本人，是看伊身躯边的朋友。小弟真有自信，若是有恁这两位朋友做我左右手，成功立业对我来讲，就敢若探龙出门。大人，我单位这个人较高怪性，无想要做英雄，嘛无想要做你的左右手，我只想要好好做人。话恁家己讲，只有恁家己啉，我无奉陪。来人，你若是要交朋友，你若交单飞，就无我你啦。若交我你啦，根本就无需要单飞。你所讲的天下大事，根本就无需要这款软心的人甲你斗骹手。咱条件若讲会好，我愿意甲甘仔兰甲大人分享。也若是话讲袂到底，袂要紧。咱关系抹清楚，你做你的官，我做我的头人，是袂？陈文兄，我是好意，恁两个真是拢是人才，一个英雄，一个豪杰。讲实话，咱若无法度做朋友，可能有一天我忍痛将恁两个拢除掉。你考虑看卖。大人，人带到。恁先落去。是。大人是毋是已经无耐性，想要即摆就甲我处理掉？专工请你来是要讲几句话，互你做参考，互你更加了解我这个人。我已经真了解大人这种人，想要利用的时阵，就是兄弟朋友；若是无想要互你利用的时阵，你随时会变成杀身凶手。单位兄，一个加马兰才有偌大，就算讲互你更加骨力、更加拍拼。阿里赛这个地，上计互你开垦500家、800家。那我所要想、所要爱，是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带，我要将满洲人赶出关外，建立咱汉人的天下。这片江山不止5千里、8千里，安怎？陈伟兄，你有兴趣无？对啦，我有一句话想要请教你，你所讲的5千里、8千里这片江山。是要叫谁来做皇帝？是你也是我？你看咧？若叫我做皇帝，我是唔敢。你若想要做，我是无资格反对。在我心目中，会当甲阿里在这个所在开垦成500家，也是800家的田地，互遐善良人会当种做好啊生活，我就真满足。老实讲，江山偌大。是啥人来做皇帝，我是一点仔兴趣都无。来人啊！哎，将单位压落大楼。是。大人，我好意甲你提醒，所持好，若会家人这是真好。万一所持好若是不受教，男人主人呢？天下大事归我管，加马兰你管得好势就好啊。计划进行了啥物款？当初我拢安排好势，真紧以南的条件甲阿片无法对台湾。到时大人你就用大方向，派人去防这个条件甲阿片无法。鸦片分管，有人食鸦片食死，条件有人咧闹着，这种的小可代志，哪都老烦我。我饲恁两个是来做代志，唔是来做饭桶。
即摆代志闹了伤大条，官府已经派人甲咱鸦片分管甲搅场拢封起来。以前若出代志，搁较大条，嘛拢家己伫咧处理。官府凭啥物干涉？官府要封就甲咱封，安尼咱军医院准啥？恁两个是安怎无甲因避免？连主，这毋是一般的查封。总兵大人阁派军队兵去现场过，遐兵讲，谁若是敢反抗，击杀无论。我看总兵大人是故意。是安怎你封我的交警，封我的分管？是安那我袂用封？这是有缴税民间事业，你凭啥讲封就封啊？你的鸦片馆出名案，我若无好好处理，是要对地方的百姓交代。搁较大条的代志，要安怎交代？以后拢是我军医院家己处理。来林，你敢会管伤济？乌子咱若食过了，是无回头路通行。我敢若管一项代志，管我官府的民主。只要你原主你有法度顾全我官府的民主，我即时替小查封。用钱解决，你开一个价。用钱解决毋是上好的办法。既然你原主你已经开喙啊，我嘛歹势切到你的好意。以后你鸦片馆甲交警，我官府打一半利润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以后你鸦片馆甲交警，我官府打一半利润。当然，我官府袂白白摕你的钱。以后我会派兵去顾你的场，安尼你有楼梯通落，我官府的民主嘛十足。李彦祖，你的意思啥款？哦。我来叫你。我无想要闪避，我若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若唔知，就是咧夺撇咱的约束。好，我今日点点在遮，无闪避。你若是爱我的命趁一阵，我绝对无半句怨言。也毋过，我有两项代志要拜托你。第一，替我阻止这场无意义的汉奸冲突；第二，照顾我的朋友。顶摆我留一支针互你，迄是我的过去。即摆我阁留一支针伫遮，这是我的未来，你嘛阁留。秋水馆，你的过去伤过冰冷，可是你的未来嘛是同款样的冰冷，我留的无意思。我希望你的未来有笑容，若无笑容，你就甲你的未来拢早走。
某啊，你即摆毋是真了解我的心事，你敢会当讲看卖？我即摆是伫咧笑啥？阿官，把阿坤的正手夺来。 县主，阮若做啥物唔对，我来担就好，莫找阿坤出水。阿某，看这个办事，你今早晚叫伊去害死。唔是义气，是感情。阿坤自细就缀咧我的身躯边，伊较软正，较惊代志，减一只手对我来讲，是较歹做代志而已。对于阿坤来讲，是起半条。 是讲严主，阮到底倒位做唔对？假如讲若确实是阮唔对，唔免严主动手，这支手我该动。真牛啊！还阁会晓甲我应水应气，妖精甲阿片分管，唔是你两个伫咧竞手，是安怎叫官府放弃？你讲我本来要甲严主报告，是你无我机会。 你搁讲是我咧找借口，阿某是一个下骹手人，唔敢甲严主论事。但是严主，你要夺一个下骹手人的手，你也都爱拜服你。阿某，我乃拢无注意，你即马这么正。好，妖精甲阿片分管，我先行。 阿坤这条命，都寄伫我遮。你去放火，烧干仓，白天明的兵若无粮草，都换伊来看我的头面。放火烧干粮是死罪。你若莫去用抓着，都无罪啊。你若惊死唔去，我就甲阿坤杀死。 阿官，把阿坤关起来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救我！董事长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 万啊！啊，你有看到恁姐夫无？有啊，现在就落山。落山。无怪，昨晚配合拢咧甲我讲阿辉的代志。唉，啊，代志大条啊！安那？台湾一个姐夫个性就杂念啊！伊若想到啥就讲啥，啊讲到啥就做啥，百面是去救阿辉的啦。我毋是甲你交代，千万毋通来听事找我。若毋是有要紧的代志，唔敢来叫我师傅。是毋是你人以我人怪阿辉？伊若用阿坤的性命，逼我去放火烧干仓。叫你烧你就烧嘛。烧干仓是死罪呢，敢讲师傅你拢无带念？ 别人放火是死罪，你若无罪，告讲，请师傅指点。我会派人去官省的救你卖哦。你若还未放火，我会先甲你抓起来。问口警的时阵，你就假死你人，到时有罪人是你人，你嘛变成一个无辜的被害人。 各位官爷，恁敢有惊唔着所在？这是公义恩，我是你人，恁安尼青帮白帮撞入来，
敢毋惊出代志？李人，出代志的人是你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两人最后的一首情歌。